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早。上帝会听伫咱的中间，伫哥林多前书13章才有讲到信、望、爱。信是因为咱相信这个上帝是咱的大主宰，创造宇宙的大主宰。望是因为咱透过耶稣基督，伊定死伫十字架，死过活，带予咱每一个人，咱的性命有望。也透过伊，予咱每一个人得到迄个全然的听。上帝听咱，咱嘛会当听人，阿们吗？所以咱会当厝就伫遮，咱是上有福气的。咱相信上帝迄个根据伫哪落？当即个地球、遮宇宙拢抑阁照时在运行的时，上帝有伫咧无？上帝存在，所以上帝伊存在，伊就要医治、看见咱身躯的欠缺、软弱，伊要来帮助咱，要来施温伫咱的身上。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面前。咱要全然来敬拜伊，来敬拜伊。不管你拄到什么款的情形，互你的心安静伫上帝面前，阿们吗？不管你拄到什么款的情形，咱为耶和华上帝来欢喜，咱也要唱咱的诗歌，互咱的耶和华上帝，阿们。马是为着战争来准备的，马是为着战争来准备的。总是人的德性是在伫耶和华，阿们吗？马是为战争来准备的，咱做伙来讲来，马是为战争来准备的，德性在伫耶和华。哈利路亚！牧师要宣告，兄弟姊妹，伫咱的身躯的软弱的德性在伫耶和华。伫咱的困境内面，伫咱的经济，伫咱的工作，伫咱甲囝儿实实家庭的内面，所有的德性拢要在伫耶和华，阿们。上帝要将伊大的气来收受伫咱永光教会，兄弟姊妹，迄个祝福，迄个恩典，要临到伫你的家庭。不管你的家庭是伫台湾，是伫国外，任何一个所在，上帝恩典拢要洒到因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是咱起立。咱要来敬拜，咱要来讹乐咱的耶和华上帝，全人、全心、全心、全灵，拢要来讹乐伊。哈利路亚！不管咱的年岁怎样，咱徛伫遮就是甲上帝结连，徛伫遮就是证明我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囝儿，我要来讹乐我的天父。哈利路亚！这个是来对牧师来，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咱要来邀请圣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来要自由运行伫咱的中间，临到伫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做伙三甲来祈祷来，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迷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来甲隔壁的人，你来甲伊讲。得胜的是耶和华，来，咱来甲伊讲，得胜的是耶和华，哈利路亚！耶和华上帝要互咱得胜，诚做信心的英雄，咱只是要来敬拜伊。咱做伙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咱是上帝的子民，守主来护着。你
我是信心的勇士，我是信心的勇士。好，来继续演这首歌来敬拜咱的上帝。主我来到你面前，愿我今日乎你，愿我辛苦，愿我一切，哦主正做我者，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今日乎你，求你今生，求你施尽我所有的心意。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今日乎我辛苦，献我一切，哦主正做我者，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今日乎你，求你今生，求你施尽。我所有的心意，我哪里人的世界，那无都是我的王，因为我在你精心眺望，我都懂你力望。我来到你面前，我今日乎你，我主接纳我的一心，哦主你的欢迎。等咱歌唱的时，咱对主讲：主啊，求你使用我，主啊，我愿意。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今日乎你，我辛苦，我一切，哦
献咱的一生伫上帝面前，互伊欢喜。亲爱兄弟，当咱会当徛伫遮自由来敬拜时阵，咱爱热情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看见伫即摆世代的变化，有侪人在讲，因为即个政治的局势，基督徒会渐渐互拍散。即摆伫对岸，咱接到消息，咱的伫遐的所设立的教会，嘛是开始咧受到注意，要被拍散。真侪教会拢互被拍散，基督徒袂当搁伫教会敬拜，拢爱偷偷闭起来礼拜。亲爱兄弟，咱的时间怎样咱唔知，总是咱爱有警醒，爱有警醒。咱即摆若无传福音，搁来你要传，恐惊无机会咯。这就是咱的命定，也是主耶稣交代予咱的大使命。不管你世间的钱银怎样，你偌有财产、不动产偌济，只有耶稣圣羊羔是咱一生所挖去的。只有耶稣圣羊羔是咱一生所挖去的。咱用这首诗歌来吟，搁一摆来省察咱伫主面前的献上来。你是我挖苦的快乐，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挖苦的快乐，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咱耶稣来敬拜，独独咱的耶稣。耶稣，除了耶稣。嘴会当正做迄个圣的羊，搁来为着你牺牲。无有一个愿意，只有咱的主耶稣。耶稣，信有道，可比多罗。你可比贵重的好米，你可比贵重的好米，我太为放下无爱的。我的一切，哈利路亚！你可比贵重的好米，我太为放下无爱的，你是我的。主耶稣，阮是啊，手学了你，因为你是圣的。耶稣，信哈利路亚！咱学了伊的是喜乐的灵就来。感谢主，这个时咱要为着咱的蔡慧敏老师来祈祷。慧敏老师，请你也手一下。好，这是咱的慧敏老师，咱要来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上帝来感动你的心，为着伊的身躯祈祷，为着伊的夫妻、伊的健康来祈祷，也为着伊的囝儿查某囝来祈祷。这个家庭伫这个世代，全家拢要得上帝大的丰盛甲稳定。阿们吗？咱举咱的正手，咱来为着蔡慧敏老师的家庭，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这是提名为着蔡慧敏老师。主啊，你的灵是甲你同在，主啊，你伫伊的心中，也伫伊的家庭，也伫伊的查某囝后生中。主啊，这个家庭是上帝你的听甲规规做伙。主，当我为着伊提名祈祷。主啊，你看见伊的需要，主啊，你看见伊的欠缺，主你是供应的主，主啊，你是属于的活命水大主，主啊，你要领导这个家庭来掌管做好，主啊，你从迄个健康，从迄个体力，从迄个坚持对耶和华上帝的心，放伫伊的家庭内面，主啊，互伊囝儿伫国外一切的工作，若是工作顺利，主啊，也互伊的信用要得到顺利，主啊，你保守。有这个家庭世世代代拢要做真侪耶和华的光景，感谢主。这个是咱要来为了吴恩慈、吴文楚姊妹，伊参加伫第2场吴恩慈姊妹，咱要来为着伊来祈祷。一个少年的妈妈，求上帝来加添伊的气力，互伊有智慧来车养伊的囡仔，来建立伊的家庭，真做基督化的家庭。咱只是有缘举起咱的正手，来为着吴恩慈姊妹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为着恩慈来祈祷，主啊，你会听伊的祈求，互伊真
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主啊，伊教育伊的细囝，伊家庭内面上帝，你要为着伊开这活路。主啊，当伊拄着困境的时，拄着艰难的时，主你亲自来安慰。当伊看见十字架耶稣的时，伊的心就会得到安慰。主啊，你会归咱来，因为你是圣的羊羔。感谢阿拉主，听阮的祈祷，奉主的名，阿门。耶稣圣羊羔，耶稣，阿乐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尽咱的心意来吟，来宣告伊是看得大儿乐的。哈利路亚！看得大儿乐。困醒的时阵就宣告：耶稣圣羊羔，堪得大儿乐；耶稣圣羊羔，堪得大儿乐。何这位圣羊羔的耶稣，伊的医治、伊的讨棒、伊的自由、伊的喜乐，拢伫咱的心上来食。阿妹吗？咱将一切儿乐、拍拍归乎咱的主。哈利路亚！伊是堪得儿乐的。听者，请者。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一新约圣经提多书第3章第1甲第8节。咱开始做伙来共读，请。着互人记伫应该降服、办正事的、掌权的，来顺探伊，常常便来行逐项的好事，无诽谤，无相争，着温和。对众人显明逐样的温柔，因为咱情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降服伫百般的私欲甲快乐，活伫恶道、怨道的中间，是可恶的，也大家3万分。若是咱的救主上帝的灵慈，甲伊疼人显明的时，伊着救咱，毋是对伫咱所行的义，是照伊的怜悯，对头生的死甲圣神的换生。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大降落伫咱的，互咱对伊的恩来称作义的，
行照因外五望来成做后事。这话是真实。搁论这个事，我爱你硬硬甘情意，互上帝的人得以做这个好事业，这个拢是好有毅力人的。咱圣经共读到这，愿上帝的话点伫咱的心内。即时要请利未诗班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一位正宗罗卜之歌。
这时，咱要请本堂张牧师来证道，伊要证道的题目是最稳定的后事。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哇，恁像咧看我离足远的呢，所以我后边讲到是毋是爱起来到遮？是毋是后边讲台爱刷来遮安尼感觉吼？咱真欢喜，今仔日咱的利未诗班用遮水的诗歌，甲咱来敬拜。咱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敬拜伊，要服侍伊。这是咱一生的天职。所以诗歌甲咱讲咱欢喜谦卑来到主面前来服侍伊，逐日拢要来服侍伊。这是你我逐日感觉上荣耀的一件代志，敢毋是？阿们。咱无论做啥工，咱拢若用服侍咱的上帝的即款的态度、意念来做的时阵，会帮助咱，互咱做啥物工拢得到快乐，做啥物工拢有利益，做啥物工拢会当荣耀上帝，利益伫正人嘛，对你家己是一个极大的帮助。阿们。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个意念哦。这款的信念帮助咱每一日会当活伫甲圣神同在的迄个喜乐，嘛甲耶稣同在迄款丰盛的人生的内涵内面。所以感谢主咱利未诗班听起来像足老的吼，结果是足少年的吼。感谢主因会当带咱来敬拜，用这条诗歌来献入主的面前。每一天每一届，咱来到主面前，咱拢是真期待，咱会当有一个信望爱的人生，因为这是咱基督徒生活的要素内面足重要的。所以牧师有写讲，经文咱的真善美的心田，来建造咱信望爱的人生。这真正是咱的生活，逐日拢嘛会当安尼来打拼努力的。所以感谢主，咱今仔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做伙要来思考，愿上帝帮咱，互咱伫个话语更较有快乐哈。所以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宣告，咱做伙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今仔日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最稳定的何事？最稳定的何事？请问你有满意你家己出身的背景无？你对你家己的出身的背景有满意过无？有满意无？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特别啦，伫迄个差不多是国小5、6年迄个时间啦，若是威胁是大人的话吼，比如讲家务事袂记你做，爱佚佗吼，是讲即个功课无做了，着走出去佚佗吼，转来你着知死啊吼，迄个炊仔鸡你着爱安怎？准备食炊仔鸡炒肉，恁听有嘛？我相信你拢听有啊。炊仔鸡炒肉，哇，足好食的对啊吼，无咯，痛苦的一件代志。妈妈就会用炊仔鸡来顺吼，迄种是皮疼，我着真正疼咧吼，哇，迄个时阵摔了着真毋甘愿的吼，就走去房间内面吼，有当时就求伫眠床遐。会想讲奇怪，人我同学大家拢会当去佚佗，为什么我就袂当佚佗？对无？阮同学伊无人讲，你着爱甲处理到做什么工课？我为什么爱做即个工课？我较毋是生伫阮同学因兜，较会生伫阮遮，我较会叫做周信龙，是安怎？我一定爱叫周信龙，迄个时阵心真不平说奇怪。我较会生伫即个家庭，奇怪吼！我为什么我是我？
迄个过程内面有一款的怀疑啦，吼有一款的唔甘愿吼。毋过无论安那吼，到食饭的时阵吼，妈妈在叫食饭啊，阿英啊食饭啊，两句毋敢甲，无要甲应对无？第三句敢无甲应？嘛是乖乖出来食饭对无吼？恢复到倒来现实的生活内面，继续做我这个叫做周信荣阮老爸、阮老母的囝。我伫这个过程内面啊，细汉迄个过程内面，真正一直会怀疑，为什么家己活伫这个世间为什么伫这个家庭内面为什么我是我？我相信应该真侪人拢有这个过程较对啦。总是这个过程后来，我去重新来思考的时阵，就伫迄个囡仔的迄个国小迄个过程，互士大人安尼管教，真严格来爱做遐，而且爱达到伊的标准，嘛形成我后来安那，伫家己想要意爱的物件顶面，会有一款的执着啦，有一款的用心伫迄个中间，所以我有讲，我6年国中6年国中1年6年，还是6年国中1年开始，我就开始教会写门联对无是我负责我写。我的前职任是啥物啊？我的大兄，伊去做兵无人写，换我来写，写门联写门联爱写几百副的呢，100副就是爱写偌济，300张啦一张若是7字就好，安尼就袂少对无你就算会出来，我讲爱写到半暝。毋过伫迄个过程内面，嘛形成我讲，我对即个手艺的物件真有兴趣，真用心，所以无论做工艺啦、美术啦、设计啦，这物件我拢真牛呢，形成到后来佫有机会，通接触到乐器的时阵，阮囝有甲我算过讲我有会晓13种的乐器安尼啊，当然迄是未无会进前啦即摆差不多无几项啦毋过熟悉的捌的家己有学过会晓的，有10几种的乐器呢，嘛想讲这为什么伫教会内面佫会遐热心来追求这个信仰，佫真意爱服侍，哇！常常少年的时阵真爱走伫教会若有啥物工，我拢真意爱来参与。伫这个过程了后，会感觉讲，是大人伫细汉的时阵会调教，是有利益的呢。所以过去讲到我的家庭出身的是我是农家子弟，阮老爸做田的，毋捌字安怎，拢感觉真见笑的代志。毋过到伫成熟了后，感觉这是一份的荣耀。因为老爸伊认真来伫营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老母坚持伫即个信仰内面来请养咱大汉，所以阮3兄弟拢牧师，我的大姐伫公馆教会做长老，这拢是因为伫细汉有这个经历的过去，所以阮感谢主。到即仔，我若讲到我的士大人，讲到我的家庭的时阵，就有一份的荣耀伫遐来显露出来。所以我嘛求上帝帮咱，互咱无论咱的出世、咱的出身的家庭背景是安那，对咱这代开始，咱总相信已经有领受这个基督的信仰，咱就要用心来营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咱要互咱的世世掠咱的家庭，掠咱做伊的长辈，做一份的荣耀。这是咱伫这代会当做的工作，对无？咱若努力建立一个咱真坚定纯正的信仰，我相信这个福气拢要拿加添，搁较拿加添伫咱的后代，咱的代代拢要求上帝帮咱来保守，互因的信仰坚定，互因伫这个社会成做栋梁，嘛互因所建立的家业、家庭、事业，拢真正是荣耀上帝利益伫正人的。阿门。另外，若有这款的用心，我相信咱会当好好甲咱的社会，就因为咱每一个家庭拢有基督的信仰，就来形成迄个基督化的风气，伫咱的社会的未来，
我相信咱的社会未来较有真实的盼望伫即个中间。所以我的家要成做应神益人的家，阿门。咱来宣告好无？我的家要成做应神益人的家，这是咱逐日爱宣告的哦，阿门。因为这是上帝应允，嘛要祝福互咱。咱看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为什么牧师要定一个讲做恩典的护士呢？因为咱不但有一个咱属肉体，有献美的这个家庭的家世，咱嘛有一个属灵的家世，对无？这个属灵的家世影响伫咱属世间这个献美的家庭呢。所以，咱也会当较认清咱的身份，上帝予咱的是甚物的时阵，我相信会当帮助咱真济。今仔日咱读提多书这段经文，这嘛是咱前礼拜的读经的内面的一段哦。咱看，这是提多书是保罗写批互伊属灵的真的囝提多的书信。提多呢，伊是希腊人，伊因为保罗来受洗。归入伫耶稣基督，伊是希腊的人哦，因为伊听到保罗在传福音，伊不但来接受这个福音哦，伊嘛跟对保罗来做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呢，咱看见保罗伊到伫第一次旅行团队来到伫这个所在克里特的时阵啊，伊就将提多留伫这个所在。为什么将提多留伫遮？因为提多已经成熟了，伊伫即个信仰不但家己徛在，会当帮助人，所以呢，保罗就留伊伫即个克里特的所在。伫即个克里特，即会当讲是一个岛屿，真较大的岛屿。毋过迄个岛屿遮的百姓啊，圣经有记载哦，讲遮的百姓是安那，是真够讲白贼的，真安那，真够。计较心无真好，迄个社会风气真败坏。咱看这嘛会影响着教会嘛。所以呢，提多要去牧养这的信徒有容易无？无容易哦，无容易。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保罗就来劝勉励提多，你去到伫即间教会，要牧养这的百姓啊。你着爱安那兴起属灵的领袖，你着爱栽培因啊，你着爱互因培育系统就对，互培育因，互因成做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后来会当成做领袖，来建立这款属灵的模范。咱教会有属灵的典范的模范无？有无？有啦，一定是有的啊。特别咱第一场台语场这长辈，咱拢是模范的，对无？咱拢是伫教会互这后辈的人来看，咱是安怎遵守礼拜，咱是安怎敬拜上帝，咱是怎样互相的交陪相听，互相的扶持，这拢是典范哦。咱教会需要咱这长辈来建立这款的典范，听上帝，听教会，听兄弟姊妹的心，拢会当成做。留在互咱后代这的人的一个典范的学习，嘛是对上帝福音的一个祝福哦。所以咱求上帝祝福。咱看保罗就甲提多劝勉，伊去到遐，伊伫迄搭遐就爱做这代志，然后呢，就要用好的行为、好的言行来证明咱所信的基督福音是真是活。是得到福气的一个源头。所以咱看提多，伊领受到提多书保罗这个劝勉，伊当然伊就爱安那，爱照着伊的先生伊的老师的教示、前辈的教示，安尼来做。所以咱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牧师就甲咱提出，伫这个经文内面，保罗对提多所提这个事。咱做伙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讲领受救恩，会当脱离这个罪恶哦。咱看这个城市，竟然这个城市是真够欺骗，安尼咱就知影，无容易哦。咱伫遐要安那要买物件，就是讲，毋知互骗伊无，对无毋知真诶假咧，是在对倒咧。
对打落来，啊写意大利的，啊敢真正意大利，有无？吼，咱若感觉讲哦，这是会骗人的，即个商店吼，哇，咱真正毋知要哪买，敢毋是嘛？伫教会内面敢通安尼？哇，会当互咱来思考哦。所以这段经文伊安尼讲，保罗甲提到讲，你着提醒众人，叫因着爱顺服最高的掌权的，遵伊的命来准备行逐项的好事。吼，毋通诽谤，毋通竞争，总是爱和平，众人来显明迄个温柔的心。哇！保罗伫即搭遮伫劝勉遮个事，互咱会当看见。虽然讲咱是上帝国的百姓，咱宣扬上帝的福音，咱来做信仰的见证，来带人归主，这拢是咱的职分呐。总是咱嘛袂记住，你毋是干那是上帝国的百姓尔，你活伫即个地上，你有缘就是咱台湾的百姓，敢毋是？咱嘛阁有即等的身份呢。那安尼，保罗劝勉咱有缘就爱安那顺服咱的长官、咱的领袖、咱的政府呢。吼，因为即个顺服会当互咱看见，咱是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什么叫做无顺服？当然就是自高骄傲嘛，对无？掠家己最少嘛，吼。所以咱看，既然是咱公共的事物，咱一定有特殊啦。那安尼，咱伫上帝创造特殊内面来遵守伊的命令，咱嘛爱伫即个社会来显露上帝是有特殊的上帝。即个社会嘛需要有一个特殊。既然社会有一个特殊，咱就遵照社会特殊来做，这是理所当然。吼，报税我照实报嘛，对无？吼，上帝互我这个恩典，我会当咩？会当报偌济税？会当为着国家贡献偌济？这嘛是一份的荣耀呢。吼，所以我当然爱忠实来报税嘛。吼，这特殊拢理所当然。当然，咱看保罗不止甲这百姓甲提到对这克里特的这信徒讲尔，咱看伫罗马书内面嘛是安尼讲，对无？吼，恁着安那敬重遐个做官的，吼，因为所无权柄，毋是出自上帝，有无？吼，所以咱看，因虽然受着罗马帝国的压制，总是保罗有缘真清楚，迄个权柄是上帝来予伊的。若是伊有真职无，迄是伊爱负责任的哦。总是有一个原则是啥物？切使咱的政府的法令，若是爱咱违逆咱的信仰，爱咱抵触咱所信的上帝，安尼咱要服从无？安尼咱当然是袂服从咯。吼，咱当然是知影。吼，所以咱就爱那顺从上帝，无顺从人。迄个时阵就是应该。所以迄个时阵，咱就爱为着福音背十字架，这嘛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咱看保罗伫遮有提出3个方面：第一，对政府的态度是啥物？就爱尊重、爱合作、爱守法，总是袂当离开咱的真理啦。吼，有一寡法有当时嘛，毋是伫真理内面，敢毋是？吼，咱前一站一直伫讲同性的婚姻，哇，即个若立法落去，哇，这甲咱的信仰就有违逆啦。所以咱不得不伫即个时阵，咱就爱讲个清楚。这就是徛伫真理内面，咱爱坚持的一件代志。伊讲伫生活的态度顶面，咱就爱来准备行合上帝心意的逐样的好事。吼，这是咱的生活的态度。咱若是抓主做咱的中心，我相信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要互上帝欢喜。咱若抓即个心意来做的时阵，安尼就是咧行逐样的好事啊。既然若会当互上帝欢喜，绝对是好事，敢毋是？吼，这是咱伫生活的态度爱。咱的行事的原则是啥物？讲毋通来恶意来批评，毋通来采入迄个对立的态度呢？哇，这个有容易无？有当时也无啥容易哦。吼，因为比如讲伫教会就好，伫教会有大家拢有无共款对教会一个期待。
我相信100%动机拢是出伫好，总是有当时啊话对牧师的政策的策略的看法，无一定完全认同呢。总是若是有意见，当然咱会当提出来讨论，来分享。咱若有更较好的，当然牧师爱咯。你若会当摕到比更较牧师的意向更较好的，提供给牧师，我绝对100%顺坦来行嘛，对无？总是若是恶意要批评批判，哇！咱若徛伫镜仔要讲风凉话，有容易无？真容易啦，对无？啥物人有完全？无啊！总是有当时啊，咱就是会无意中受到即款恶者的欺骗，致到咱拢徛伫镜仔来伫遐伫讲遐风凉话，安尼我相信这就毋是咱基督徒行事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更较侪来学习。保罗在提醒这个，就是讲，因为迄个社会的风气的败坏，已经影响到教会，所以教会必然爱重新倒转来，交伫上帝的心意内面来追求下上帝欢喜的，这才是理所当然。咱所讲的，拢爱是有建设性的话语，敢毋是？雅各书甲咱讲，咱的话语是有规律的，总是用伫好甲用伫歹是两极的方向哦。咱若是一直批判，我相信毋是对教会、对你的家庭嘛无好啊。因为你若是常常负面的物件，我相信带来的绝对毋是祝福，绝对会甲祝福挡伫门外，敢毋是？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有即款的智慧。保罗甲咱讲，毋通恶意来批判、批评，毋通采对立的态度，就爱合一伫上帝的面前。因为圣神所做的，就是要做合一的工。若是圣神来，袂叫人纷争，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愿上帝帮咱，真正的信仰是啥物？就是活出快乐甲见证。迄个快乐是合上帝欢喜，领受上帝的快乐所赏赐互咱的，通互咱伫生活内面会当得到荣耀，会当有一份更较大的福气来为着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第二，咱就爱明白咱家己，他会当来脱离迄个旧的我。即安尼讲，保罗伊家己嘛，家己安那真勇敢来提供。我以前嘛是相共是安尼伊讲。咱以前拢是无知、背逆的、受袂许的，服侍逐样的私欲，佮爱好宴乐，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通万分的，佮是彼此三分的。哇！保罗在讲到，前咱拢是安尼啦。咱若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的怜悯、赦免，互咱有一个基督的形象通学习，来每一个人拢甲一般人相共啊。有咱的无知，有咱的背逆，有咱的受袂许。明明知影这是妈妈对我一定是上好的，总是安那，嘛是想要安那背逆的，毋顺坦，想要爱照家己的来做。这就是咱迄款出世带罪来迄款的恶性所产生的一个行为出来。所以求上帝互咱看见，这事拢在甲咱讲啥物？咱就爱认清咱家己是有限的，咱是不足的，无一个人会当完全。牧师嘛毋敢讲，哇，我所领受的就是100%拢总是完全的，无，也是不足。到现在也是感觉有真侪不足。检采当工提醒，我嘛就勇敢讲是，若是感觉即个现段牧师所策略的，咱感觉。毋是成熟的时阵，我嘛愿意顺从呢。这伫小会内面，我拢是存着即款的态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了解。因为当咱看到咱的不足的时阵，咱较会有快乐，嘛有方向去追求迄个帮助咱的，迄个帮助咱的方法，可行性的方法，就会当因为咱看到咱的不足，就更较有新的智慧伫咱的中间，新的意象会
会当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每一届思考这的时阵，总是感谢主，因为上帝就是看重咱，伊毋是看重咱遐不足的所在，伊是看重咱甘心服侍的所在。毋是因为咱完全，咱才会当来服侍上帝，咱是因为咱有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心，用无完全的器躯来服侍这位完全的上帝，也伫追求这个完全的上帝中间，互咱遐无完全会当愈来愈减少，愈来愈减少。阿门。要得到完全吗？无法度，无法度。我真意爱。有一个迄个古典音乐王，伊的迄个电台的迄个片头，我们不够完全，我们只有99.7，有水无？伊讲阮无完全啊，音乐嘛是无完全的啊，阮敢若是99.7尔，啊，毋过99.7好无？足好啊啦！吼，你考起来咱99.7，吼，你要求到100万啦，99.7。我感觉这个音乐王哈，99.7的古典音乐王，这个片头真好哦，好，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只有99.7。我相信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看到咱的无完全，就更较会当仰望这个完全的上帝。会当仰望完全的上帝，所以上帝若临在伫咱的教会，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咱的眼光是看到咱的耶稣基督伫甲咱同在，是看到伊的救恩十字架的所在，毋是掠牧师做上帝看，无袂使，因为阮毋是上帝，阮拢是甲咱相共，是无完全的人。那安尼，我相信。耶稣基督迄个快乐，若加添伫咱的心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咱会当真清楚，咱拢是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间，受苦、钉十字架、死搁活，有这个基督为着咱牺牲搁活的过程，咱才会当有今仔日会当奉伊的名来脱离咱前过去这歹的习惯、这罪行。因为安尼，咱才会当渐渐进入伫迄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内面。兄弟姊妹，咱每一日拢是在心意更新咯，拢是在进行哦。这个是英语的内面 ing 不断的拢在进行的一个过程。什么时阵咱停止无心意更新的时阵，就表示什么时阵咱已经甲上帝的关系有脱节去啊。这是咱基督徒的生活所需要。保罗即大家就甲咱讲，咱若是即马是称做基督徒，总是咱搁活伫过去遐个失败、遐个艰苦、遐个歹个习惯的中间，那表示安尼是表示什么？表示咱还未真正换心。咱要亲像大笔讲，上帝啊，求你创造我一个换心正直的灵，互我会当搁较认捌亲近你。这是咱应该爱努力的。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伫这个过程内面，咱拢相信，我今仔日是比昨搁较水、搁较良善的。阿门。你家己来宣告好无？我今仔日比昨搁较水、较良善来，搁较水、搁较良善。阿门。对，若是安尼，咱每一日的今仔日拢比昨搁较好，安尼有好无？会做生意的人上爱，敢毋是？对无？今仔生意比昨较好，今仔生意搁比昨较好，今仔生意搁比昨较好，安尼有好无？吼，安尼叫做上好啦，叫做冒死啊！奇怪，咱足好的拢会有一个死吼。吼，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生活，拢会当来经历的。兄弟姊妹，好，保罗就是大家，我透过安尼，搁较提醒咱，就靠着圣神，会当互咱清楚，咱是稳定的好事哦。好，因为这毋是出伫咱，是出伫上帝的稳定。
所以保罗讲，到了上帝咱的救主的恩慈，甲伊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伊就救了咱，并毋是因为咱家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伊的怜悯，借着顶头生的死，甲圣神的换身。哇！保罗甲过去咱还未真正领受救恩的前，甲现在来做一个真清楚的比较。咱还未真正拄着耶稣之前，咱是无知的，咱常常有怨恨，咱常常有这负面的物件。总是当咱信耶稣了后，咱的生命是安那？伊救了咱，毋是出伫咱有啥物好行为啦，伊救了咱，是照着伊的怜悯，照着，互咱有顶头生的死。会洗，这个顶头生的洗，不但是表明讲是水的洗尔，是圣神的洗哦。有圣神的更新哦，伫后壁就更较清楚来互咱了解。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徒的历程内面，咱一定爱经过。这站若无经过，咱就袂当称作真正的基督徒，咱就无法度真正甲上帝恩典有完全的契合，咱嘛无法度去经历耶稣迄个国外的快乐，真正展现伫咱每一个的生活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之所以会当脱离这个罪恶的关系、魔鬼的压制，是因为安那？咱因为安尼来证明咱所信的这个上帝是满有慈爱、怜悯，阁是公义的上帝。阿门。咱愈会当脱离这个罪恶的限制，甲旧的这个代志拢过去，这个无好的事拢会当斩断。咱愈人会当显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时阵，咱就用咱的生命在见证，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值得所有人信靠的上帝。阿门。这就是咱的生活内面，咱会当相信的一件代志，嘛会当经历的一件代志。所以保罗伫有所书伊安那讲，咱得着救是本出伫伊的恩，也是因着咱有信，毋是出伫咱的家己，是上帝所赏赐的，嘛毋是出伫咱的行为，免得有人来夸口。所以基督徒甲一般的宗教为什么无同款？因为一般的宗教是做善，即功德来得到救恩。总是基督徒毋是安尼，基督徒是因为得到救恩了，知影什么是合上帝心意的，所以做善做好事就变作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啊？敢毋是？迄个新的生活就完全换新。过去是自私自利的，是干那看家己尔。毋过得到救了后，掠上帝的救恩做宝贝，也领受耶稣基督的疼了后，就会当去感受啊，就愿意放下家己的利益，来互人得到利益，为着要成全上帝的疼伫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愿意放弃我家己的利益，对吧？这就是基督徒。若无，啥物人无？若无法度领受疼是甚物的人，较有可能放弃家己的利益，较有可能。只有真正经历这个过程，才会当来行出来。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你我，拢是顶头生的基督徒，这是理所当然。咱行出来的行为，拢在证明咱所信的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咱行出来行为，若是搁会咒诅人，搁会礼骂人，也搁会用恶意来批评人的时阵，人看到你的，就想讲你的上帝可能嘛是安尼呢。因为咱的行为在见证咱所信的是一罪，敢毋是？所以值得咱来思考哦，都是咱感谢主。保罗伫后壁真清楚甲咱讲，圣神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咱的救主，充满关压伫咱的心肠的，通叫咱因为伊的恩来得到称义，会当凭着永生的盼望
来成做后事。哇！原来伫即个信仰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叫做圣神。这就是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应允这伊的门徒、伊的学生的，我去，我求爸，爸就赏赐予我，因为我去，圣神就来到伫咱的中间。圣神来就是帮助咱，互咱伫凡事内面会当有圣神的感动引出。有圣神的同在，然后活出迄个上帝爱咱活真理的生命来。所以圣神的角色伫咱教会中是袂当无的。过去可能真侪受到圣神迄个人领受圣神的外显这物件，感觉讲开始安尼，跟别个宗教启动亲像相共安尼去误解，我相信。这是撒旦的话。撒旦无爱咱接受圣神，领受圣神，因为所有的感动拢是出自圣神来。所以当咱若对圣神有防止的时阵，咱就袂当有更较深的感动。所以愿上帝帮助，圣经真清楚甲咱讲，互咱了解，圣神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咱的主救主来高充满就是讲丰富的充满伫咱身上的，互咱会当安那明白出伫伊的恩，嘛互咱会当因为安尼，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圣神帮助咱会当成做一个伫上帝面前算做义人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神所做，嘛安尼透过安尼，互咱深了解，原来咱毋是干那即个肉体咱的祖先的后代尔，咱嘛是上帝为着咱备办迄个永远的救恩的后事，迄个丰富的恩典的救恩的后事呢。哇，即款的身份是会当互咱更较深去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咱。听上帝，听人，咱也会当合一，伫咱会讲话甲行道内面的时阵，我相信咱离开上帝的国就无远啦。阿门。所以圣神伫讲的这段话，更较清楚，互咱了解，是着按照先知用你的语言要亲像雨水安尼灌落来，要倾倒要拼伫咱的身上。所以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互咱有深的体会。耶稣讲，总是我将真实的代志甲恁讲，我去是甲恁有利益的。我若无去，保惠师就无到伫恁遮来。我若去就找伊来。但耶稣已经坐伫上帝的宝座的正边。现在咱称这个时代是圣神的时代，所以咱求上帝帮助，互咱更较慷慨。来领受三位一体的圣神，是咱所敬拜的，是甲咱有利益的，是会当注入伫咱的心内，进入伫咱的心内，甲咱同在的这个圣神上帝，咱就爱更较济来领受伊。所以圣神会当讲，伊是真实活现伫咱的生活中的，是咱看会到的哦，是咱感受会到的哦，是咱听会到的哦。透过安尼，伊要帮助咱，因为咱会当将属灵的五官拍通的时阵，咱就会当清楚，原来咱是上帝恩典的后事。这就是圣神在启发咱，互咱来了解，咱各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重要的所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深体会，你是属天产业的继承人吗？你爱承认，我是，我老爸留财产互我无偌济，毋过我天爷老爸留互我的，是我算袂了、食袂了、用袂尽的。你要相信无？阿门。这就是咱的信心。咱每一届安尼宣告，我相信会当帮助咱更加深来了解上帝的心意伫哪里。最后，咱来思考，
你甲上帝的关系实质是安怎？是知识的认知的关系，还是实质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无，若是要有，咱就求上圣神更较济作为伫咱的身上，咱求伊，咱伊来开咱的心门。我相信，咱这位上帝以爱透过圣神更较济感动，以爱对咱讲话，甚至互咱看见，这是咱会当经历的一件代志。比如讲，恁捌蔡英文3字无？捌啦吼，啊，我问你，蔡英文甲你的关系是啥？设使若有一个人，伊研究蔡英文，对伊的背景啊，对读册的过程啊，对伊的理念啦，到现在伊一寡的信念啊，伊的作为，安尼好好啊甲研究。你甲想，伊研究到讲出来哇，拢亲像蔡英文安尼，讲出来蔡英文的逐项大代志、细件代志，包括因兜饲几只狗啊，狗啊叫啥物名，伊拢知影。一日爱甲饲几顿，拢陪伴伊几个时间，伊拢会当甲你讲。咱会感觉好厉害，这研究到有够深。毋过我甲你讲，伊甲蔡英文的关系，跟咱相共尔，敢毋是？除非伊是蔡英文的亲情，是毋是安尼？若是安尼，咱用信仰来讲咱甲这位上帝，咱读圣经读真济，读真地，毋过咱拢感觉伊就是悬悬在天的上帝，甲你的关系，就是伊是上帝，我是伊的百姓，我是伊所创造的，安尼尔吗？若安尼，迄个关系伤远，你就爱去深深去体会，伊是我老爸呢，伊是我的老爸呢，有感无？伊是我天里的老爸呢，伊若是做你天里的老爸，伊一切丰富，敢毋是为着你准备的嘛？这款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关系。就是你对圣经无真了解，总是只要你承认我有一个天里的老爸通倚靠，我任何的时阵求叫伊的名，伊就听，伊就甲我同在，伊就听我的祈祷。我要顺服伊，伊就要大大赏赐互我。就亲像我听我这个啥，身躯生我的老爸一般样。当然，我的老爸的好处拢要互我，就共款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信是真做一个真实的信，这会当帮助咱伫这个信仰内面追求着真正甲这个天的老爸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透过圣神帮助咱，互咱这条线会当愈来愈亲密，愈来愈亲密。这是你我会当经历的。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体会。这使咱的信仰，若是伫在捌、伫头壳的认知，我相信对咱的生活无什么帮助啦。就亲像在研究蔡英文的人，伊甲蔡英文，蔡英文嘛是伊即摆现任的总统咧，甲你我相共。毋过伊若知影我这个天的老爸，我研究甲遐深，我甲伊是我的老爸呢，毋是我的上帝呢。那安尼，我相信迄个关系就要搁哪地位。这个动机我甲你讲，是伊德龙弟兄的分享，我感觉体会。伊讲基督教的信仰甲其他宗教的信仰有啥物无共款？伊讲毋是款神尔迄是恁的上帝毋过阮的上帝是我的老爸咧，无你要安怎？有赞无？赞！伊德龙弟兄，你有听着对，迄是伊深深的体会。我相信咱拢会当有一块的体会。愿上帝帮助，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真正看见上帝为着咱所命定的使命。所以咱若有耶稣，咱就一切，咱就拢无看如敢是。阿门。愿上帝帮助咱好，来，咱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要互永远坚固伫种福的。毋那伫迄个属律法的，也伫属亚伯拉罕的神的。罗马书第4章16节，搁一解
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要互永远坚固伫正途的，毋那伫迄个属律法的，也伫属亚伯拉罕的神的。即句的意思，罗马书第4章16节，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咱若有信，咱就知影出伫恩典，咱会当得到救，得到上帝大的祝福。会当得到上帝大的祝福，有血脉的关系，一定会。总是咱的血脉是对一条，就是甲亚伯拉罕相共，用信，咱就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伊是咱信心的老爸。咱称伊做老爸，就用信成做血脉，嘛安尼结连到伫上帝。所以咱会当领受上帝恩典无？有，是因为咱信就成做伊的后裔。咱会当亲像亚伯拉罕称上帝做老爸，亲像亚伯拉罕，上帝称伊做亚伯拉罕是啥物？是伊的朋友呢？有好无？你有一个朋友叫做耶和华上帝，安尼你敢无爱？哇，这是真好的啊！这是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所以咱嘛会当来领受到。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有一款深深的体会吼。咱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这是一条新的诗歌，咱会当来学习吼。真欢迎你，星星，我真卡无你。哦，星星，哦，星星，我真正需要你。星星，我真欢迎你，星星，我真卡无你。哦，星星，哦，星星，我真正需要你。阮求充满我，精神感化我，天归双手完全领受，亲爱星星啊，甜蜜星星啊，我真爱你。星星啊，甜蜜星星啊，我真爱你，真爱你。咱个对头来迎来，星星，我真欢迎你，星星，我真卡无你。哦，星星，哦，星星。需要你，阮求充满我，精神感化我，天
完全领受。亲爱星星啊，秘密星星啊，我亲爱你，亲爱你，我亲爱你，亲爱你，我亲爱你，亲爱你。相信阮就欢迎你，住在伫阮的教会。因为只有你的运行，才会当互阮的心门大开，领取基督的福音，亲像种子放伫好的土地，会当来布芽发芽，会当来成长结果子。相信啊，阮恳求你，亲像风一般样，常常来温暖，常常来造访阮，互阮会当去经历你的同在。相信啊，阮欢迎你，求你不断来更新阮，互阮的信仰哪坚定，互阮的生活内面会当活出这个信仰的快乐，成做美好的见证，互人看见阮，就知影阮所信的是真个活，是丰丰富的上帝。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住在伫阮甲阮的家庭。阮每一人的心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请坐。这是咱要事工的分享，咱请牧师来主持。姊妹平安。咱今仔日敬拜有领受无？有吼，咱家存起来好无？甲封存起来吼。愿上帝这感动，互化做咱生命的快乐甲祝福吼。好，咱来关心咱教会这重要的事工来分享。
咱前礼拜咱有2个牧区来办理财的座谈吼，拢总有45位来参加，有真好的分享。咱嘛感谢主，因为主恩执事伊用信仰的观点先来讲金钱观理财观吼，然后较伫咱的生活内面，看咱着爱安怎来料理管理咱的这上帝互咱的钱财吼。真好吼，感谢主，真侪人得到真好的帮助。今仔日第2堂礼拜煞了，咱的培育课程的同工的说明会、祈祷会吼，咱请咱的这同工来注意。咱第7期的幸福小组伫3月17要来启动吼。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嘛是基督徒的使命吼。咱为着这来祈祷，检查你感觉我气力真有限，啥物拢袂要紧，咱毋是要靠着家己，咱要靠着圣神来做吼。所以望咱所有的小组会当来发动，会当来参与伫即个传福音的第7期的行列中间吼。所以请咱即个细胞小组伫今仔日来提交咱的副长甲实行同工的名单。好，咱敬新营伫拜六就来开始，今仔日要来领即个会情的读本，所以望咱有来报名，即个敬新营差不多30位，即个兄弟姊妹今仔日会记哩来甲咱的干事摕即个会前的读本吼。今仔日咱的奖学金嘛，到12点要来截止来申请，请咱来注意吼。今年的国外节，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礼拜吼。就是伫国外节迄天，国外节是4月21日。国外节迄天的下晡1:30吼，咱会早起是国外节的礼拜吼。下晡咱有一个圣宗道园的纪念祝福的礼拜。这是啥物呢？过去咱教会毋捌办过吼。咱这是第1届要办，就是咱的基督徒，咱的兄弟姊妹有一只礼拜兄弟姊妹哦，吼你的直属，你的是大人。若是过往的，咱有一个有家族的即个扫墓对无吼？咱嘛要鼓励咱会当集体做伙伫即搭遮来对思来感恩哦。所以呢，毋望即个咱兄弟姊妹咱若愿意的吼，就会当来准备咱的是爸爸还是妈妈吼，还是双方的爸爸妈妈吼，即个相片即个会当互咱的干事甲伊的简要，什么时阵出世，什么时阵过往伊的你的名是大人的名，过往的名你的名安尼吼，毋望会当提交互咱的即个同工，咱要伫4月21日迄个国外节迄个下晡1:30，咱要用1:30钟的时间，要集体伫即搭遮来办即个纪念祝福的礼拜。咱嘛会当来邀请咱的家族哦，吼，因为咱的可能兄弟姊妹吼，会当来做伙来参与，这是咱教会今年要第1届来办即款的一个聚会，我相信会当帮助咱，咱的后世看到咱会当来少年是大人，嘛会当知影的好的德行，有好的即款即个延续，这是咱需要。来学习、来教导的一件代志吼，所以望咱兄弟姊妹来关心这个代志，若无真了解袂要紧，会当来问嘛，互牧师会当正确，互你有一寡这个消息吼，咱陆续拢个会报吼，望咱来关心这件代志。好，咱永光的弦乐服饰的招募吼，切属你的主题是色彩吼，因有有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double bass 的吼，会当来报名吼，咱嘛要伫即个国外节的时阵会当来服侍。第1次咱要来调集遮个传统的遮个咱的主题吼，后来嘛期待咱会有当为即个弦乐团的训练来培养因伫即个音乐的部分会当来服侍上帝吼。好，7月15到22有访韩盛会，咱若有即个感动愿意的，咱会当来报名吼，详细资料来会当甲咱的干事来摕。10月21到12月10月21到11月初2，托尼基启示录7教会的巡旅吼，咱若有兴趣，咱嘛会当吼
牧师即届，因为这是咱中会推动的，所以牧师嘛期待讲，我暗捌起圣地过吼，所以我起圣地过吼，这个其实这间教会这嘛暗捌去过吼，所以即届吼要来去，起圣地后边较去，后边较去啦吼，即届先来托尼基启示录去教会吼，然后意愿呢会当来问这个代志吼，好来。咱今仔日下午点半影音同工的训练3月23，咱的少年牧区有户外踏青要望咱遮的意爱的幼儿会当来报名参加吼。好，3月7日妇女部主办世界公道日的礼拜嘛，请咱的妇女会当去来参加吼。妇女部咱有主办爱修会，伫4月7到710，有特别即届请因的辅导牧师，就是咱潘牧师来主讲，活出女人天生的魅力吼，嘛咱的妇女较侪人会当来报名。好，咱关心台岛的陈启贤，就是月儿的丈夫哦，佮梁约翰，佮卢前一吼，卢前一即摆佮伫病院内面，咱继续为着遮个身躯软弱的来台岛。好咱3月7有一个咱的吴凤石伊的兄弟吼，吴凤传弟兄的个别式伫二滨的所在吼，这是咱的小组若愿意去，咱就会当来参加吼，咱同工若有愿意的，当然这是南口教会主办因为是咱的兄弟的兄弟，所以报互咱知影，因为咱有几个同工拢有在关心吼。好，来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比出来祝福。上帝无比的疼，耶稣基督无限的救恩，圣神的引带、感动、启示，叫咱行伫四正的道路，叫咱的道路会当成做见证，互主欢喜。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